刚才的金龙异象，只有我看到了。How could he possibly avoid being hit by the bullet? 这是龙国功夫。 My God! Is he a Superman? 我的近视没了，金龙还赋予我透视能力，赌石鉴宝肯定可以赚大钱了。张东，我们分手吧。家里给我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，我很快就要结婚了，以后不要来找我。罗丹丽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分手就分手，你会后悔今日的选择。继续跟着你，我才后悔。罗丹丽，我有左眼金龙，将成为你高攀不起的存在。开车投胎啊！要不是我被金龙改造了身体，反应力大幅提升，刚才肯定躲不过去的。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好大好白啊！这是什么？这女人体内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我左眼金龙对着黑气非常渴望。好痛！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刚才肚子忽然有点痛。小姐，你肚子是一直痛吗？有一段时间了，每隔一段时间会发作一次，最近越来越频繁了。去医院也查不出什么原因。你之所以会肚子痛，是体内有虫子。虫子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是医生？不是，不过我可以帮你治疗。金龙对黑色小虫子非常渴望，如果能够吸收，肯定能让金龙恢复一些。太好了，你要是能帮我治好，我可以给你10万，不，100万。你干什么？小姐，虫子就在你腹部，我需要触碰才能治疗。他看上去不像是那种人，而且跟他接触后，我的肚子确实不痛。真是一点赘肉都没有啊！要我掀起衣服吗？隔着一层衣服，效果应该没这么好。反正是他主动提出来的。对。那我们上车子吧。放松一点。羞死了！我竟然会相信他的话。眼睛好热啊！金龙的气息好像强了一点点，看来这黑色虫子对金龙是补品啊。没事了，我已经帮你清除掉虫子了，你不会再腹痛了。天啊，好像真的一点都不痛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刚刚明明只是摸了我的腹部。我这法子不是常规治疗手段。难道他是医术高明的隐士高人？不然怎么能如此容易就治好我的腹痛？我叫叶柔，在名古轩工作，不知道你怎么称呼？张东，暂时是无业游民。张先生，你治好了我的腹痛，我现在给你转100万。举手之劳，不用了。不行，这腹痛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，让我寝食难安。张先生，这钱你必须拿。好吧。有了左眼中的金龙，以后赚钱不是轻轻松松。张先生，我想请你吃一顿便饭。行，我本来就想找地方吃饭的。叶小姐，宁城可有赌石的地方？我左眼金龙的透视能力正好可以用来赌石赚钱。张先生，你算是问对人了。我名古轩对这一行非常了解，如果你想赌石，我可以带你去。叶小姐，那就多谢了。我叫了公司的一个资深赌石高手，由他再稳妥一点。从透视看到的玉光来看，9成都没有玉，有玉的大部分都很一般，只有几块玉光很强。张东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张东，我们是不可能的，不要再纠缠我。罗丹丽，
我来这里是赌石的，跟你有鸡毛关系？赌石？这里随便一块石头都要你1-2年的工资，你就别嘴硬了。老公，他谁啊？什么？他喊你老公？她是我前女友。叶小姐，这可是你主动的啊！老公，你以前的眼光不行啊，他一看就知道是个整容脸。你说谁是整容脸？你全家才是整容脸！丽丽，谁惹你不高兴啊？阁老，您怎么在这里？原来是小周啊，老夫陪叶总来赌石的。原来是叶总，幸会幸会，我叫周子君，父亲是周氏珠宝的周栋梁。难道这美女是明古轩的女总裁叶柔？怎么会跟张东这穷逼这么亲密？他跟张东这个穷屌丝在一起，怎么可能是那个叶总？你肯定搞错了。给我闭嘴！阁老是明古轩的资深玉石专家，不可能骗我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是你眼光太浅了，没看到张东的优秀。还是要谢谢你，把这么好的男朋友让给我。这视觉感太有冲击力了，不行，非礼勿视。叶总跟这小子不会真的是情侣吧？老公，你不是要赌石吗？我带你转转。好。你不会是吃软饭让这叶总给你花钱赌是吧？别说你有钱，你有多少钱我一清二楚。罗丹丽，你拿了我60万，我会让你连本带利都吐出来的。至于我有没有钱赌石，不用你操这份心。就这块了。张先生，这料子一般般，88万的价格，风险很大。张东，你听到没？你选这块 B 块。是吗？那你敢不敢跟我赌？赌什么？如果这料子垮了，你拿我的60万，我不要了，还多给28万。可我要是赌涨了，你要给我88万。丽丽，怕什么？有我在，你尽管赌，就算输了，88万我来付。就这料子，我们赢定了。我不敢得罪叶柔，可张东这小白脸，我还不敢收拾吗？阁老眼光很毒的，要不你换一块吧。张东医术不凡，他现在这么自信，难道在赌石也在行？不用，师傅，从这个位置解。是兵种正阳率都涨了。张东好厉害啊，连阁老都看走眼了。不可能，他一个穷屌丝，怎么可能懂石？这么普通的料子不可能赌着，我看看。我看这料子很一般。小周，你是认为老夫看走眼了？这块冰种阳绿飘花很漂亮，至少能打7只手镯，整体价值不少于500万。周少，你应该不会赖账吧？叶总说笑了，几十万而已，我还是出得起。张东，你敢再跟我赌一把吗？我奉陪到底。我们一人挑一块料子，谁的料子最值钱，谁就赢。输的一方按照料子的实际价值支付对方。好啊，我有透视呢。这周子君不是给我送钱吗？刘叔，你那块镇店之宝我要了，现在买下来，足以赢下张东。子君，你终于下决心了，这块料子你亏不了的，一共888万，价格非常吉利，保证能让你赢。刘叔，那就承你吉言。这块料子里的玉光最强烈。老板，这块料子我要了。张东，你这眼光不行啊！这料子有色带有裂，肯定要垮的。我这才是极品。你这么做有意思吗？小千万的料子跟100万的料子根本没可比性。叶总，我可没阻止他挑贵的料子吧？他穷逼一个，手上没钱，自然不敢买贵的。赌石不是料子越大越亏越好，我就用这块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师傅，在这里切。接近冰种，只是棉太多，颜色不正，只有一小半绿，最多值个700万，算是切垮了。张东，就算垮了，我这料子还值700万，你输定了。别这么急着下结论。师傅，从这里切。这是高冰满绿大涨，这绿玉，这纯度，该死，他怎么可能又涨了？不可能，他运气不可能这么好。
张先生也太厉害了吧！第一次可能是运气，第二次就绝对是实力了。葛老，你给这料子估个价。这块料子价值不低于6000万，这年轻人真厉害呀！换成是我，根本不敢选这料子。兄弟，你捡了大漏，运气而已。周子君，高下立判，给钱吧。张东，钱我有的，但你敢要吗？我凭本事赢来的，为什么不敢要？我拍了下来，你敢赖账，我去找周老板，他不认也没关系。我想周家的竞争对手一定会很喜欢。叶总，你一定要帮这小子忙。我母亲是吴家的人，跟你继母是堂姐妹，不算是外人了。别跟我提那个女人。叶总还有继母，看来关系很不好。张东，别以为搭上了叶柔的关系，你今天拿我多少，我保证你会10倍还回来的。那我等着。我左眼有金龙，身体被强化，早就不是普通人，岂会惧怕周子君的威胁？我卡里没这么多钱，先给你3000万，剩下的先欠着。周少，谢谢你的款待。气死我了！张东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老公，你脚没事吧？要不是你个臭女人，我会输6000万！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我要是不离开张东，6000万就是我的。张先生，你这2块玉石料子6500万，卖给我明古轩如何？可以。张先生，你眼光这么好，我想聘请你当我的私人玉石顾问。年薪1000万，还有提成，考虑一下好吗？刚才他装作我女朋友，给我长足面子，当个顾问也没什么。好吧，我试试。江先生，真是太好了。他怎么这么容易脸红？不过他害羞的样子真好看啊。张先生，你赌石这么厉害，古玩鉴定方面可在行？还行吧，我有左眼金龙，只要涉及龙国的古玩文物，基本上都能够鉴定出来。张先生说还行，肯定是很厉害的。张先生，我们吃饭去，然后去鬼市转转。鬼市是什么？这云市的鬼市很有名气，各种古玩字画都有，真假难辨，再加上来路不正，很考验眼力。这不正好适合我吗？那我挺感兴趣的。这里还真热闹啊！这绝对是大漏。这画卷蕴含的气息，让金龙又恢复了一些。这8卷图怎么卖？5000，少了不卖。这明显是批量印刷的工艺品，最多值200。姑娘，你别乱说，我这是近代大家的作品，非常难得。老板，我挺喜欢的，1000卖给我吧。行吧，就当今天开个张了。我这画20块钱收的，赚980，爽。这画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回去你就知道了。难道这画真不简单？这夜市捡漏也没这么容易，就算有真品，价格也不便宜。那是……张东，怎么了？我这人信佛，想请一尊佛像回去拜。老板，这尊佛像做工不错，什么价？1万。这佛像是石膏做的，不像古物，太贵了吧？这佛像贴了金，会这手艺的匠人可不多了。行，1万就1万。难道这佛像也有玄机？张东，你可有地方住？没有，我打算先住酒店。要不你先去我那里住1晚吧？这合适吗？你是我私人古玩顾问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正好我想看看你买的2样东西有什么特别呢？好吧。这么大的别墅应该不便宜吧？你之前赚了几千万，也买得起。对了，这佛像和画到底有什么玄机？张东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有好东西？靠的自然是眼力。
张东，你身体怎么在发光？这灵飞经竟是一部内家修行功法，左眼金龙让我直接学会了，体内还凝聚出了一股强大真气。叶总，你肯定是被佛像上的金箔晃花眼了。是这样吗？这画呢？你看好了。老天，这是宋徽宗的七擒图。张东，这画少说值几千万，你要是愿意出手，我可以帮你放到拍卖行拍卖，手续费打5折。可以。张东，你这鉴宝水平比赌石丝毫不逊色啊！瞎蒙的，运气好。我才不信呢。张东，过几天我要参加一个古玩盲盒拍卖，需要你帮我。古玩还能玩盲盒？都是来路不正的大货，掺杂高仿赝品，整个拍卖过程只有拍摄的图册，看不到实物，很考验眼力和运气。我的左眼有金龙，能透视，这不是我的强项吗？你需要拍什么？我爷爷丢失的一幅珍藏多年的名画，可能会出现在盲盒拍卖会。如果我能拍到，就能成为明古轩下一任董事长。这么说来，你在叶家应该是有竞争者吧？我那继母在帮他女儿竞争，背后又是吴家，一直对我叶家虎视眈眈。我绝对不能让明古轩落入他之手。看来又是一桩豪门恩怨。放心，你给我开了这么高的工资，我肯定会帮你的。这不是我的好女儿吗？你这女儿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，看到长辈都不知道打个招呼。在外面少说几句。小柔，何必跟你妹妹争？一家人和和气气不好吗？一家人，我怕爷爷辛辛苦苦创建的明古轩，到时候是姓叶还是姓吴都不一定。小柔，你……叶柔，他不会是你请来的古玩鉴宝专家？没错，大爷，他叫张东，根本不是什么古玩专家。没错，他的底细我一清二楚，就是个废物。周子君，你欠我的3000万，什么时候还？有钱自然会还你。叶柔，你不会被这小子骗了吧？张东的鉴宝能力岂是你们能质疑的？叶柔，你别自欺欺人了。这位是鉴宝界的泰山北斗元老，鉴宝界有什么厉害人物，他清清楚楚。年轻人，你师傅是谁？我没师傅，自学的。自学？笑死我了！年轻人，鉴宝讲究传承，如果能自学成才，人人都能鉴宝了。小柔，他明显是骗子，你赶紧回去，不要参与盲盒拍卖了。你算什么父亲？除了生了我，没有养过我一天，是爷爷把我带大的。老公，他越来越不像样子了，真让他掌握了明古轩，那还了得？欢迎大家来到盲盒拍卖会现场，盲盒拍卖会正式开始。第一件是书画，作者是北宋词人，名气很大，起拍价都500万，加价不得少于50万。第一件拍卖品就是叶总要拿下的那幅名画，此画的真实价值怕是超过4个亿。你来出价。元老，这幅画有问题吗？不用看实物，我就能断定这幅怪石图是赝品，仿制者手艺非常高明，几乎能以假乱真了。可我曾经看过真迹，1050万。叶柔果然被骗了，花这么多钱买一件赝品。吃了这个大亏，让他长长记性也好。这家伙上次靠运气赢了赌石，还以为这次也能有好运气，肯定能赔死那个女人。恭喜5号老板以1050万的价格拿下1号盲盒，请老板上台领取盲盒。很紧张。没，我相信你。两位要拆盲盒吗？当然要拆。果然，这些古玩文物蕴含历史气息，能让金龙恢复。叶柔，早就跟你说了，这小子就是个骗子，你偏不信。现在花上千万买一件赝品，谁跟你说是赝品的？元老是字画鉴定界的泰山北斗，他说是赝品，那就是赝品。这位就是元老，在字画鉴定界的地位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。元老说的肯定不会错。既然是赝品，还好我刚才没有加价了。那就请元老看好了。天了，这是苏轼的《潇湘竹石图》。元老，你说这就是那幅画？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他是怎么知道画中有画的？张东这废物怎么运气这么好？张东太厉害了，你竟然真拍到这幅画了！
羞死了！我怎么去亲他了？他不会多想吧？元老，您上去鉴定一下，那幅画肯定是假的。对，画肯定是假的。好，老夫倒要看看这画的真假。这画肯定有问题，他运气不可能这么好的。没错，肯定是假的。以我的眼力都无法从图册上看出半点问题，我不信这小子有这份实力。元老，看了这么久，可看出真假？年轻人，你是如何仅凭画册就看出画中画的？元老，自然是用我这自学的鉴定术。怎么样，还能入得了您老法眼吗？哼！元老，是真的吗？叶总，幸不辱命。张东，谢谢你。张东，你想拍什么？我来付钱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第17号盲盒为一件来历不明的古镜，起拍价5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万。这铜镜是法器，难怪让我左眼君龙有如此大的反应，必须拍下来。550万。难道这镜子是什么宝贝？这青铜古镜品相一般，来历不明，大概率不是什么好货。550万一次，550万2次，550万3次。恭喜5号老板拍下17号盲盒。这么容易就拍到了？这青铜镜有什么不凡之处？这是一面仙境时期的青铜镜。左眼君龙不仅给我反馈能量，强化身体，还让我轻轻松跟这件法器构建了联系，以后使用起来就方便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宝贝呢。对别人来说只是普通青铜器，对我而言却是宝贝。张东，你干嘛把铜锈擦掉啊？这不是破坏它的历史底蕴吗？我又没打算把它当成古玩来收藏。难道这青铜镜还有什么说法？张东，我刚才给爷爷打了电话，他知道我拍到潇湘竹石图后非常高兴，想见你。见我？你这么厉害，我爷爷对你很感兴趣。行吧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公司有急事儿，我要马上去处理。明天我们去海城，你有什么事儿就赶紧办了。车库里还有车子，你想开哪辆就哪辆。这栋别墅阳气盛，生机勃勃，阴煞之气少，典型的好风水格局啊！我去当个风水师也没问题。张东，你是秦烟？还真是你啊！你住这里？不是，这是我老板的。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我在名古轩当鉴宝顾问。那你对瓷器应该很懂吧？懂一点。我爸痴迷瓷器，收藏了好多，别人说是赝品，可他不信。你能帮我爸看看真假吗？他要是喜欢，没必要知道真假，反正你家有钱。我家是有点钱，也经不起他这么造。这几年差不多花了上千万，天天跟我妈吵架，最近又要卖房筹款买瓷器。带我去看看吧。张东，那现在就去我家，我爸妈刚好都在家。爸，这是我高中同学张东，名古轩的鉴宝顾问，我请他过来帮你看看东西。小妍，我那些都是真的，不用再看了。这小伙子这么年轻，能有什么眼力？肯定是想借机追求我女儿。那我去叫妈了。行，我不信他能看出什么问题。张东，我相信你。这元青花4年前花25万买的，博物馆有一个同样的瓶子，估值1亿3千万，我捡大漏了，可他们不信。秦叔叔，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一行小字？如意山人仿制？怎么会是假的？黄老板帮我鉴定过了，还有鉴定证书啊。这个呢？公鸡的爪子朝外，母鸡的爪子朝内。我花了50万，我这里有真的吗？狂
富生这混蛋，我得找他去。是你太蠢，被人耍得团团转，现在找他有什么用？小张，你帮了我家大忙，不然他还得糟蹋钱。我做好饭菜，你留下来吃个便饭吧。好的，阿姨。秦叔叔，这盘子哪儿来的？几年前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在一个旧货摊上买的，我觉得好看，花了100多块买来。秦叔叔，这是货真价实的明永乐青花龙纹大盘。小张，你说是真的？不会吧？这盘子我家一直用来盛菜啊，这盘子真是古玩，我每天洗碗磕磕碰碰的。100%的官造正品，保存完好，我估计一件就值个3、4千万。你们听到没？一个3、4千万，现在相信我的眼光了吧？还眼光？一屋子的假货，就这2个当菜盘用是真的。如果没有小张鉴别出来，没准哪天我洗碗就摔坏了。张东，这2个大盘你们明古轩收吗？当然收，就是不知道秦叔叔想不想出手。这事儿我做决定了，出了。出就出，以后我买东西你们不准阻止，反正有小张在。以后秦叔叔想买什么，我可以帮忙看的。我在熟人家里看到2个明永乐年间青花龙纹大盘，主人打算出手。那好啊，我处理完就带人过来，保证价格公道。好，秦叔叔，我已经跟明古轩的叶总联系过了，他等会儿过来。小张，谢谢你了，如果不是你，我还不知道要被人骗多久。这个盘子就送你了。秦叔叔，这太贵重了。小张，没有你，这2个盘子就毫无价值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我打坏了。你必须拿一个。张东，你就拿着吧，不然我爸妈都不心安的。好吧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这才对嘛，赶紧坐下，我们吃饭。这混蛋打我电话，肯定是又想坑我。你就接了吧，有小张在，还怕他坑啊？老秦，有个老收藏家去世了，他家人要出售收藏品，里面就有一些瓷器老件，肯定有你想要的。答应他。黄老板，什么时候去？下午3点就开始。这次参加的人比较多，竞争会比较激烈，到时你看准了就别犹豫。黄老板，我是什么人，你还不清楚？老秦，你的豪爽，圈子里谁不知道？豪爽就是个大冤种。黄老板，那我先挂了。被他坑了这么多，真想他加倍吐出来。小张，得耽搁你一些时间了。没事，我今天也不忙。张东，你这鉴宝能力真强，吃个饭就能发现好东西。运气而已。现在赚钱只是顺带，主要还是吸收文物古玩上的龙脉气息，帮助金龙恢复过来。小张，黄富生那边在催了。好，我们这就去。老秦，我没夸大吧？这家底蕴很深，都是些真家伙。这次一定要在秦忠义身上大赚一笔，好糊弄的肥羊可不好找啊！老秦，这个瓶子不错，你要不要看看？这个多少钱？先生，这是明青花，650万。民国时期的仿品，工艺不错。太贵了，我不要。怎么回事？以前秦忠义肯定会砍价的。老秦，这个呢？不行，色泽不对。刚才就是这小子在老秦嘴边嘀咕什么。老秦，这小伙子是我女儿的同学，一起过来见识见识。老秦，你不会是听了他的意见吧？小张在鉴宝方面还是挺厉害的。老秦，我们10几年的老交情了，你不信我信一个小年轻，你这是瞧不起我。真有这么深的交情，你就不会揪着一个往死里坑？想来你这些年在秦叔叔身上没少赚钱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心中清楚得很。这个多少钱？这是黄花梨木的拐杖，有不少年月了，3万。不要了。年轻人，你这眼光也不咋地，这么多好东西就看上一根拐杖，难不成你想老了以后用吗？我打算买下来车珠子，不行吗？车珠子用来当拐杖，这能是什么好料子？
居然还有这种好东西！秦叔叔，这扇子不错，虽无落款，必定出自名家之手。一把无名折扇，能是什么名家之作？老秦啊，你不信我，肯定会吃大亏的。我相信小张的眼光。多少钱？5000。我要了。小子，难不成这扇子还有什么秘密不成？能出现在这里的，哪样不是经过详细鉴定，还能让你捡喽？那你可就看好了。是唐银画的扇面。唐银的扇面加上诗作，这折扇的价值恐怕不低于1000万啊！小张，你这鉴宝水平是真高啊！张东，你太厉害了！我上次就觉得这字和诗像是唐银作品，没有落款才放弃。这么大的漏被他捡了，这次亏大了。小子，这拐杖是不是也有玄机？你还真说对了。说起来，要不是黄老板邀请我们来参加，还真捡不到这样的大漏。这是上等东珠，怎么会藏在拐杖中？左眼金龙吸收的文物古玩气息越多，给我反馈的好处就越大。去年拍卖过一次东珠，一颗就要几10万，这里怕是有几10颗，加起来怕是1000多万啊！叶总，这些东珠你要不？当然要。我名古轩近期要举行一次拍卖会，这种好东西越多越好。这女的有名古轩的背景。什么东珠？给本少看看。吴凯，原来是叶柔妹子，真是越来越漂亮。你要是嫁给我，我保证名古轩还会由你掌控。你想得美！叶柔，你到时候会求我的。刚才你们提到的东珠呢？周少，东珠在那小子手上有好几10颗，藏在拐杖中，被他3万就买到了。又是你这小子，运气倒不错，赶紧把东珠给我表哥吴少，他满意的话会给你一个好价格。抱歉，这东珠已经给叶总了。小军，这就是赢了你6000万的小子。表哥，就是他，我调查过他，乡下来的，没什么背景。小子，有没有兴趣跟我混？表哥，他就是有点运气，干嘛拉拢他呀？对啊，我跟他几年，知道他的底细。他就是个废物。1、2次是运气，能次次捡漏，那就是实力了。只要你跟我混，我保证给你的好处比叶柔多得多。他叶家已日落西山，而我吴家如日中天。现在吴家确实比我叶家强上许多，不知道张东怎么选。没兴趣。小子，你胆子很大，敢拒绝本少的招揽，你还是第一个。这吴少一看就知道身份不简单，这小子把吴少得罪了。张东竟敢得罪吴少，你再能赚钱怎么样？在吴少这样的大人物面前，什么都不是。他拒绝吴凯招揽，是因为我吗？小子，我表哥是海城吴家嫡子，他招揽你是你的荣幸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他是什么人，关我屁事。你们要是有病，就去医院治。小子，你的无知真是让我哭笑不得。吴凯，你想做什么？你要是伤害张东，我叶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他该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。放心吧。你竟是练家子，难怪这么狂。燕北是资深明镜武者，竟被一招击败，这家伙怕是暗境武者了。再狂也没有你吴少狂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吴家嫡子，你要是敢动我一根头发，代价不是你能承受的。刚才你不是很装逼吗？你敢打我？张东，你疯了！他都要让人动手了，我为什么不能打他？还有那3000万，我希望你别拖太久。表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我姑姑那边应该已经安排好了，这一巴掌我会让他付出惨重代价。张东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还行吧，防身没问题。你刚才不该打他的，这家伙睚眦必报，肯定会报复的。没事。他有个孪生姐姐叫吴灵，是宗师王真月的亲传弟子，是个伏地魔。宗师很厉害吗？
整个江南省就2个宗师，一个是神剑王真月，一个是铁手吴铁玄。吴家因为吴陵的关系，一直压我叶家一头。叶总，你对武道有多少了解？你不是练家子吗？难道还不知道？我是自己瞎练的。我也不是特别清楚，回去我找资料给你看。那多谢了。张东，这吴凯出现在云市，我担心会出意外，得马上把那幅画带去海城。张东，我们不是在地下车库吗？有人施展邪术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你闭上眼睛。此事肯定跟我那个继母和吴家脱不了干系。他怎么不受我的幻产蛊影响？情报出问题了，叶柔身边还有高手保护，快出去配合我解决掉此人。好的，古大师。左眼金龙每次主动吞噬之后，都能够给我回馈热流，改造身体。该死，我的幻产蛊没了！快撤！张东，幸好你在，否则我可能死了。叶总，你觉得幕后黑手是谁？能用邪术对付我的人，只有我那个继母了。看来我拍到了那幅画，让他选择铤而走险了。这豪门的勾心斗角真残酷啊！何叔，我没事，你赶紧带人过来，把人押送到执法署去。张东，你这么厉害，连邪术都能破，我给你开双薪，以后你当我的私人保镖吧。反正都成顾问身份了，再多一个私人保镖身份也无妨。我有了左眼金龙之后，赚钱真的太容易了。可以。为什么不开门？不知道是我回来了吗？大小姐，对不起，您不能进去。这里是我的家，为什么不能进？大小姐，这个是夫人吩咐的。老爷子还没死，这里轮不到他吴慧做主。爷爷怎么不接电话？难道出事了？那些人是吃干饭的吗？竟让叶柔活着回来了。老公，叶柔看到老爷子肯定会闹的，不如将他看管起来。等我们掌握了明古轩，他再闹也没用。只能这样了。你们要拦我？大小姐，我们也是听命行事，还请不要让我们为难。吴慧这个女人，她想做什么？交给我就行了。她怎么会这么厉害？这可怎么办？何丽，你不是武者吗？赶紧上去对付他！夫人，此人速度太快，连我都没看清楚，至少也是暗境得手。老婆，要不让小柔进来吧？现在老爷子昏迷不醒，连穆神医都束手无策，就算他得到那幅画也没用了。只能这样了。张东，你把他们一下子就打倒了。是他们太弱了。他们都是叶家的精锐保镖，特种兵出身，怎么可能弱？我这是招到了真正的牛人了。小柔回来了。你们为什么拦我？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小柔，老爷子忽然昏迷不醒，我加强安保，没想到他们太死板，连你都拦下了。什么？爷爷昏迷不醒？小姐，穆神医正在给老爷治疗，不能打扰。在左眼金龙的感应中，这人生命气息很强，远不是外面那些保镖可以比拟的。周叔，我今天上午才给爷爷打过电话，明明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老爷子吃中饭的时候还没事儿，吃完后忽然说头疼，躺到床上就昏迷不醒了。穆神医，我爷爷怎么样？你爷爷的情况很特殊，好像变成了植物人，各种身体反应机能都消失了。像他这个年纪，情况很不容乐观。爷爷，你醒醒！又是虫子，看来叶老爷子昏迷，跟叶总那个后妈脱离不了干系。叶总，我能救老爷子。张东，你真的能救爷爷，太好了！
慢着，他不能治，连穆神医都无能为力。他一个古玩鉴定师，怎么可能救老爷子？没错，老爷子要是出了事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年轻人，你不是医生。不是，胡闹！你不是医生，凭什么说能救老爷子？现在他的情况很糟糕，稍有不慎可能就直接走了。叶柔，听到穆神医的话没？赶紧让他离开。他一个外人出现在这里也不合适。我相信张东能救爷爷。小柔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别再胡闹了。穆神医，你可知道老爷子为何会昏迷不醒？哼，我要是知道，早就把老爷子救醒了。但是我知道，你知道，老爷子根本不是什么病，而是被人下了蛊虫。蛊虫？什么？爷爷是中蛊虫了？该死，这小子怎么知道叶周之中了蛊虫？古大师说常规手段根本检查不出来的。蛊虫是什么？老周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说过。据说南疆和东南亚那边就有擅长豢养蛊虫的蛊师，能杀人于无形。你都没有探脉诊断，怎么判断出来的？我自有探查的手段。穆神医，我先前腹痛找您看过，后来我遇到张东，说我体内有蛊虫，他帮我治后就再也没有痛过了。你的腹痛，老夫确实没有找出原因，难不成真的是蛊虫？张东肯定不会骗我们的。如果真是如此，这位小友确实可以一试。老夫也正好看看蛊虫是何物。不行，不能让他治，把老爷子治死了怎么办？哇，老爷子这样植物人一样躺着也不是个事儿。你蠢啊！老爷子真醒了，名古斋的控制权不得落入……吴慧，你这个毒妇，这蛊虫是不是你下的？我身上的蛊虫，今天用邪术害我的人也是你派人做的，对不对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老婆，这些是你做的？老公，你怎么不相信我？我只是不想让他掌握名古轩，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也对，小柔，你阿姨也是口不择言。他是吴家的人，吴家一直想吞并名古轩，算了，跟你这种人说了也是白说。张东，你尽管救人。这蛊虫对金融的帮助比文物古玩要强许多，如果能够找到更多蛊虫就好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真把老爷子救醒了！醒了，爷爷醒了！难道老爷子是真中蛊虫了？没想到这年轻人医术这么高明，连穆神医都束手无策，他一出手就解决了。你们怎么都在？小柔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爷爷，我才刚回来，你没事了，真的太好了。我记起来了，我吃完饭后忽然头疼，躺在床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穆神医，你也在啊？看来是你救了我。叶老，救你的可不是我，是叶柔小姐带回来的这个年轻人。爷爷，张东是我聘请的鉴宝顾问，就是他在盲盒拍卖会上拍到了那幅画。我想起来了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老爷子，我也是误打误撞，连袁大师都打眼了，你这怎么可能是误打误撞呢？你先帮我找回那幅画，现在又救了我，我一定要重重感谢你。爷爷，张东说你之所以昏迷，是被人下了蛊虫。蛊虫？老夫听说过此邪术，没想到有人给老夫下蛊。小柔，以后你就是名古轩的董事长，全权负责名古轩总部和各大分店事务。老爷子，我不同意！你不同意？老夫没死，还轮不到你当家。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爸，我没意见。哼，那带着他滚出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老周，去好好调查一下这个吴慧。是，老爷。爷爷，你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，我怕挑不起。爷爷老了，你二叔和堂弟都只知道吃喝玩了，你爹又是当不了家，我只有交给你了。爷爷相信你的能力。张东，你可有家室？老爷子，没有。那你看我这孙女怎么样？爷爷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张东，老夫开个玩笑，你找回那幅画，又为我治好了蛊虫，对我有大恩。我给你名古轩5%的分红权。多谢老爷子。名古轩几百亿市值，以后就算什么也不做，光靠5%的分红权也能一辈子吃喝不穷。我年纪大了，没几年可活，我最担心的是小柔。张东，
希望你能好好帮他。老爷子放心，我会的。你们出去吧，我有点累了，想睡一下。张东，刚才爷爷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老爷子刚才说了什么？张总，又有一批新古玩送过来了。我知道了。张总，爽啊！每天就是鉴宝。金龙这段时间吸收了不少古玩气息，给我反馈的好处不少。其他东西的鉴定没问题，这个鲤鱼摆件需要改一下。张总，这黄金鲤鱼摆件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黄金梨内部还有机关，等等，这内部好像有一颗珠子。天哪，是极品血珠！我操，这种品质的血珠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又鉴定出好东西了。叶总，张总从这黄金鳞摆件腹部内弄出一颗血珠，只怕价值好几千万啊！几十万的黄金梨摆件到你手上就变成几千万，既然是你弄出来的，这血珠就归你了。见者有份嘛，叶总，把这血珠放在拍卖名单上吧。可以。张总，跟您做事真是轻松又有钱。叶总，你怎么来这里？去办公室谈。我刚得到消息，有个展馆出问题了。最近接连有员工病倒昏迷，医院检查不出任何问题。你担心是有人下蛊虫？我爸跟吴慧离婚两家交恶，他们背后肯定会耍手段。过几天磨坊集团就会派人参观，这关系到百亿合作。那我跟你去一下吧。张小友，你来看看他们的情况，是不是中蛊虫了？不是蛊虫，这黑气明显是一种阴煞之气，盘踞在病人脑部，导致病人昏迷不醒。他们不是中蛊虫了。不是蛊虫，那又是什么原因？我们用了各种手段，都找不到病因。他们的身体生机在一天天恶化。他们应该是中煞了。中煞？年轻人，我们要讲科学。如果说蛊虫还有可信性，这中煞就有点扯淡了。这个世界没有你们想象中的简单，科学的尽头是神学。老夫相信张小友的判断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我先试试。金龙对这阴煞之气不感兴趣，看来我只能动用辟邪法镜了。小玉，马上把我办公室抽屉里的那面青铜镜送到医院来，在6楼612。你拿青铜镜做什么？当然是除煞了。看来张小友本领真不少。张东，这不是上次在四海山庄盲盒拍卖会上拍到的那面青铜镜吗？难道真是宝贝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难道八卦图案是从这面青铜镜上照射出来的？这太离谱了，这什么原理啊？这青铜镜还真是个宝物。张总到底是什么人？青铜法镜对这团阴煞之气有压制效果。这世上真有阴煞。张东，我不会是产生幻觉了吧？刚才病人身上冲出一股黑气，这见效太恐怖了，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天哪，刚才那不会真是阴煞吧？那不是幻觉，是阴煞之气对你们精神造成了冲击，你们才看到黑气，听到尖啸。有邪祟啊！我这是在医院。你已经没事了。我真的遇到邪祟了，我信你。怎么没声音了？难道捂耳朵有用？我用法镜将阴煞之气的冲击约束住，自然就影响不到你们。原来如此，老夫活了一辈子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超越认知的事情，算是长见识了。他们几个身体被阴煞之气侵袭，需要住院休养一段时间。叶总，这几个人都是在展馆中煞，说明阴煞之气的源头在展馆里。我们去看一下。好。张总，没想到你还会除煞，这业务能力也太全面了吧？你说还擅长什么？看风水算不算？我作为炼器师，有左眼金龙，还有青铜法镜，看风水是完全没问题的。能帮我看看吗？我总感觉最近很倒霉，会不会沾染了什么脏东西？你身上没有脏东西，不过你最好去做个乳腺方面的体检。如果不是徐玉的问题，我真不想说，这会让人产生误会。小柔，
那几个员工都是进入这片区域出的问题，现在我们已经封锁了这个区域。二叔，开门，我们要进去看看。小柔万万不可，如果你出问题，老爷子还不得骂死我呀！二叔，你放心吧，张东已经把那几个员工救醒了，有他在，不会有事。公司一直在传小柔担任董事长之后，就安排一个小白脸担任副总，就是此人。黑气的源头在地底，这是人为埋进去的。张东，这展台有问题吗？叶总，这展馆已经建多久了？去年才投入使用的。这个展馆的建设和装修都是你们叶家自己搞的？这个展馆的建设一直是二叔在负责的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出问题还跟我有关系不成？叶总，这展台地底下被人埋了煞物。不可能，展馆在建造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的。二叔，承包这展馆建设的是哪一家？是吴家。那个时候吴慧找到我，让我把展馆工程交给吴家。我看两家是姻亲，所以就同意了。肯定是吴家搞的鬼。小柔，这一切都是这小子说的，空口无凭。在这个位置，往下挖5米左右，就能够挖到埋的煞物。小子，这里都已经建好，怎么能挖？要是没有，你承担起这责任吗？挖，马上挖。小柔，不能挖呀！二叔，我是明古轩的董事长。好，如果挖不出来，别怪我去老爷子那里告状。挖到东西了！展馆下真被人埋了脏东西。张东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暂时还不清楚，你们都后退，不要靠得太近。左眼金龙对这枚煞珠有反应了，看来珠子里是有龙脉气息。这布娃娃发出的黑气，竟能隔绝我的真气，隔空摄物。好歹毒，他们埋这种东西！我操，里面有个布娃娃！这布娃娃看起来好瘆人啊！张东，就是这布娃娃在作怪吗？对。他不会有事吧？不知道。我有左眼金龙护体，小小煞气，岂能伤我？左眼金龙吸收了煞珠内的龙脉气息，还让我跟煞珠产生了特殊联系。已经解决，你们可以过来了。刚才整个大厅凉飕飕的，现在感觉暖和了许多。张东，刚才差点吓死我了，还好你没事。只是小麻烦，这个布娃娃煞气太重，要马上烧掉。原本以为这张东是小白脸，没想到这么厉害，也不知道小柔从哪儿找来的。张东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也是明古轩的一份子，这是我该做的。除了这个展馆外，还有几项工程也有吴家插手，要不麻烦张总全都检查一遍吧。二叔说的对，张东，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地方吧。这次金龙吸收煞珠中的龙脉气息，又恢复了不少。这吴家还真够阴的，在3处地方埋了这种东西，现在全便宜我了。这样的煞珠应该不止3颗。张总，我在医院做了检查，长了个小包块，是早期，如果晚点发现就不好说了。早发现早治疗，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东子，你这2天能回来一趟不？老爸，怎么了？你大伯想买走咱家承包的果园，卖墓地，价格给的很低，天天来闹。老爸，我会早点回去的。张宝才见老爸老实，经常欺负我家，这次定要收拾他一顿。叶总，我家里有事，要回去一趟。张东，我刚好也要去云市，我跟你一起。叶总，这边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还要去云市？这边老爷子出面了，用不着我。云市有个直播鉴宝会，我们明古轩赞助的，我过去盯着，到时候还要你坐镇呢。东子，你赶紧去果园，你大伯带了好多人来，要强行砍掉你家果园里的果树。这混蛋，千万别伤到我爸妈，不然我会让他后悔终生。张宝才，你5万块就想买断我这50亩果园，你想屁吃？二叔，你别太贪心了，5万块不少了。开发这地的是萧爷，我们还跟你讲道理，萧爷可不会，别到时候1分钱拿不到。你们想推平果园，除非这辆挖铜机从我身上压过去。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，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。你们干什么？东子，劝劝你爸妈，拿了5万块，什么事都没了。张宝才，你心也太黑了，连亲兄弟都这么坑。张东，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张虎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50亩果园5万块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你这是打发叫花子。东子，这块地是村里的，你家只有承包权，现在村里要收回来，你们家1分钱都拿不到。没错，5万块已经是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了，你们竟然还不知足。大伯，你真把人当傻子。我家对这果园有60年的承包期，现在还剩40多年。按照每年果树的产量和果子市场价，再加上未来水果价格提升，10多年，我大概算了一下，你们赔个600万就行了。你这小混蛋，好大的胃口，不怕吃生了？生意嘛，你情我愿。你要是觉得贵，可以不买。小子，原本老子还想施舍给你家5万，现在1个子儿都不会给了，给我废了他！小东，小心！
你是武者？他一下子就把萧万龙几个手打倒了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忽然变得这么厉害？儿子这么厉害，这还是小东吗？萧爷，你现在还觉得不花钱就可以拿走我家的地吗？兄弟，有话好说，你开的价非常合理，我们可以商量。难怪周少给价这么高，风险还真大呀。那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。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，以后再敢招惹我家，就别怪我不认这门亲戚了。东子，是大伯老糊涂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老爸老妈，我们回去吧。张东，你刚才好厉害啊！还行吧。小东，她是……这姑娘长得好标致，不会是小东的女朋友吧？老爸老妈，这是我老板叶总，他送我回来的。舅舅，玲玲，你又长高了。爸，刚才玉嫂说大伯带人砍果树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没事了，小东已经处理好了。姐，你脸怎么了？小东，是你姐夫的弟弟打的，就因为你姐说了句公婆偏心。他算什么东西，敢打我姐？小东，那天我弟喝多了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他当我张家人好欺负吗？你老婆被打了还帮他说话？小东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别管了。他老丈人是劳改犯，杀过人。姐，这个公道我肯定要帮你讨回来。姐夫，李康亮在家吗？他刚承包了镇上的绿化工程，现在应该在工地上。叶总，我借你车用一下，你们招待一下我老板。爸妈，你们怎么不拦着小弟？别担心，小东不会有事的。小红，你是没看到小东刚才在果园里轻松打倒了好几个混混，连那萧万龙都被治得服服帖帖的。爸，啥意思啊？小东这么厉害，萧万龙是青山县有名的狠角色，竟被我小舅子收拾了。看来张东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厉害啊！萧爷，你拦我的车，这是想再打一场吗？张兄弟，我哪敢啊！我这是有事相求，有求于我。你肯定是武道高手，我最近和一个死对头有一场讲拳，如果张老弟帮我，我愿将果园赔偿提到1000万。这个萧万龙明显居心不良，我倒要看看他想搞什么鬼。好，我答应了。这么快就答应了，周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。张老弟，太感谢你了。李康亮，你胆子不小，敢打我姐？你是张红的弟弟张东？小子，你姐就是欠打，公婆想把拆迁的钱给谁，轮得到他管？我跟李康亮的事关你屁事，滚一边去！我是他的岳父，你小子说话礼貌一点。现在去给我姐道歉，否则这棵树就是你的下场。一脚抽断这么粗的树，难不成他就是狱友提到过的武者不成？张东，我错了，我马上去道歉。阿亮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去向我姐道歉？嫂子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打你的，我不是人。小东，既然他认错了，就算了吧。姐，光认错可不行。嫂子，那笔拆迁款我会拿出1半给你，这还差不多，你可以滚了。姐夫太老实了，姐跟着他也受委屈。叶总，让你看笑话了。这很正常，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？叶总跟他父亲也是水火不容。老妈，这卡里有300万，你拿去用。你怎么有这么多钱？我现在是明古轩的鉴宝顾问，年薪1000万呢。小东，你真是出息了，以后我跟你爸就享你的福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舒创，由明古轩独家赞助的鉴宝天下正式开始。现在我来介绍台上的重要来宾，这位是明古轩副总裁、高级古玩鉴定之家张东先生。他就是个废物，怎么就成明古轩副总裁了？放心，等会儿有他出丑的机会。军哥，真能成吗？我表哥一手策划，万无一失。先毁掉他的名声，再废掉他的修为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太好了，请第一位持宝人上场。张总，这是祖传的宝贝，你能给我看看吗？看风格和章印，像是明代徐渭的作品，
纸和墨也符合，可惜这画并非真品。此画属于能以假乱真的超级赝品，他怎么看出来的？张总，你说这是赝品，有证据吗？难道有人在故意针对我明古轩？最近画的赝品，油墨渗透是没办法跟真正的古画比的。我在这幅画上闻到了化学药水的味道。不可能，你胡说八道！拿一瓶白酒过来。想要识别很简单，往画上滴白酒，墨中的化学试剂遇到白酒就会变色。也不枉费我这段时间疯狂充电看书，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该死，他怎么看出来了？军哥，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我怎么知道？表哥说这幅画就算是赝品，也价值不菲。当年连袁大师都看走眼了。爷爷，这个张东很厉害啊。确实不错。那我们是不是跟明古轩合作？先别急着做决定，这关系到上百亿的生意，必须慎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我是医生。心脏骤停。你这么做心肺复苏是没用的，他的心脏左下室被血栓堵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张总，您是不是有办法？求你救救我爷爷！你别急，我会救的。张东，你都不是医生，怎么救人？这位小姐，他只是古玩鉴定师，你让他救，会害死你爷爷的。这位小姐，张东是懂医术的，我爷爷中蛊就是他救的。他要是害死了老爷子，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要不要我救，你来决定。不过我提醒你，老爷子只有不到1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了。我相信你。我来，呼吸心跳都没了，除非能第一时间送进抢救室，否则没救了。爷爷，你醒了，吓死我了！他真把人救醒了。他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把人救起来？气死我了，又让他出风头了。我就知道张东行的。爷爷，刚才是张总把您救过来的。张总，多谢你救了老夫一命。老爷子，遇到您这种情况，换成任何人都会出手的。张总，这是我偶然得到的一块玉符，据说是先秦之物，就当做诊费送你了。老爷子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吾乃扁鹊，即将毕生医术传承于你，望尔能悬壶济世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竟获得这神医扁鹊的一身医术，现在算是真正的神医了。我是因为老爷子才得到这神医扁鹊传承，于情于理都应该为他根治。老爷子，虽然我清除了你体内的血栓，可你心脏问题很严重，时间一长还会出现血栓堵塞、心脏骤停的风险。老毛病了，生死有命，能活一天就多活一天。老爷子心胸宽广，让我佩服。不过我有办法为你彻底解决这心脏问题。我有一身炼气士的修为，足以施产出一身活死人肉白骨的通神医术了。张总，你真能彻底治愈我爷爷，太好了，爷爷，您可以痊愈了。那就麻烦张总了。这里人多也不方便，等鉴宝会结束之后，我再替老爷子治病。没事儿，老夫我现在感觉很好，别因为我耽搁了鉴宝。爷爷，现在应该可以做决定了吧？有这张总在，这明古轩确实是最适合合作的对象。这张东不但精通鉴宝，还会医术。此人不能拉拢，就绝对不能留给叶家，否则将成为我吴家的心腹大患。只要他入瓮，借机废他就行了。姐，你直接走上门去灭了他不就行了？何必多此一举？一切都要讲究师出有名。小凯，无视规矩，你总有一天会吃大亏。姐，知道了。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，墨方集团的幕后掌控者有可能来云市了，据说是要考察跟明古轩的合作。此事不用跟我说。姐真是学武把脑子都学迂腐了，守着那一套老规矩。你那边可稳妥？表哥，你放心，那张东已经答应了。那就好，没了张东，我看叶家还拿什么跟我吴家斗。
老爷子，我要开始了。凝气化针，隔空御气，这是化境宗师的手段了。如此年轻的化境宗师，怎么从未听说过？这种精细玉器，我还是第一次尝试，太费神了。我现在感觉身体非常轻松，胸口压石头的感觉彻底消失了。爷爷，你小心点儿。没事儿，我现在前所未有的好。张总，你的医术真是神了。老爷子，稳妥起见，你还是去医院做个心脏检查。张总，你救了老夫一命，治好我的老毛病，你就是我东方前最尊贵的恩人，以后有事儿尽管来找老夫。难道您是帝都东方家族的东方老爷子？确实是老夫。身前不知是前辈，还请见谅。老夫又没亮明身份，如果不是今日心血来潮看鉴宝大会，老夫说不定就死了。没想到这老油子竟来自帝都东方家族，叶家与之比起来，相差不是一星半点了。叶总，我们墨方集团决定跟你们明古轩合作，现在就可以签合同。老爷子，您不是要先去我们明古轩总部考察吗？不用了，老夫信得过你们明古轩。这次跟墨方集团的合作本来没有太大的把握，没想到东方老爷子直接签合同，这一切都是张东的功劳。多谢老爷子。叶总，我觉得你最应该感谢的是张总。张东，你帮我们明古轩拿下墨方集团这个大客户，你是居功至伟。就算没有我，拿下墨方集团也是迟早的。合同没签下来，一切都不好说。之前展馆就是吴家在搞鬼，想破坏明古轩跟墨方集团的合作。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先前爷爷问你我怎么样，你就没有一点想法吗？叶总，我……别总叫我叶总了，叫我叶柔吧。我知道你因为前女友，可能对感情很慎重，我们可以试着谈谈。我确实应该从前一段感情走出来了。我不主动，就张东这性格，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。东方兰那女人看张东的眼神，说不定就被他抢走了。好，我们试试。脖子不舒服吗？颈椎不太舒服，老毛病了，过2天就好了。我帮你按按吧。在神医扁鹊的传承医术中，就有一套按摩之术，对颈椎腰椎问题都有奇效。张东，你按得好舒服啊，原本有点头疼头重，现在感觉都消失了。就我这套按摩之术，随便开家店就能够赚大钱。不行，你只能给我一个人按摩。行，跟你开玩笑的。对了，刚跟墨方集团签订协议，我要马上回海城处理相关合作事宜，你跟我回去吗？家里还有事没处理好，就先不跟你一起了。那行吧。张东，这不是东方老爷子送你的吗？这算是一枚护身符，已经被我激活，你带在身上，就算是再遇到上次的事情，此玉符也能保护你。张东，谢谢你了。这3人在场，这小婉龙果然有问题。很好，竟敢将主意打到我家人头上了。这个女人身上有一股剑一般锋芒气息，看来是吴凯找来对付我的。萧爷，不给我解释吗？张老弟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不这么做我就没活路了。小子，上次你打了我一耳光，今天你落到本少手中，定要100倍偿还。你这次死定了。张东，你鉴宝和医术再厉害又如何？你等会儿又会重新变成废物的。你应该就是吴凯的双胞胎姐姐吴灵，神剑王真月的亲传弟子吧？你伤我弟弟一个，
我弟弟杀你10个，应该合理吧？挺合理的。这就好，打完你就可以离开，我不会为难你。姐，10个怎么行？我要你废了他！这是规矩，既然他同意，自然要按规矩来。抱歉，我可没说要同意。姐，听到没？他不同意。张东，你真是找死啊！本来表姐都打算放过你了。张东，你还是这样愚蠢，我离开你才是明智选择。不错，你还算是个男人，我最多废你修我尾，保证不会伤你性命。这女人哪来的自信？你这么一说，那我也最多废你修为，不伤你性命了。小子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不怕笑掉大牙。我姐可是王真月宗师的亲传弟子，被誉为未来的宗师种子。比拳脚还是武器？你擅长什么就用什么，我无所谓。好，那就比拳脚吧。你是？姐怎么会败？不可能，她怎么会这么强啊？胡玲姐是宗师弟子，不可能输啊！吴凯，记住了，有什么仇什么怨冲我来。如果敢动我家人，先想想后果吧。姐，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他是宗师。他是宗师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不就是个废物吗？你跟他在一起几年，竟然对他一无所知。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跟他发生冲突？给我滚！姐，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去医院没用，我的修为被废了，马上通知我师傅。接下来，你不要再去招惹他。姐，他废你修为，绝对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放心吧，师傅会给我报仇的。姐，对不起。事已至此，再说无益。张东，怎么给我打电话？是不是想我了？对了，我现在是叶柔的男朋友。我刚刚废掉了吴玲的修为。吴玲据说宗师有望，实力很强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怎么可能有伤？那就好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吴家人还真是卑鄙，算计到你头上了。张东，吴玲师傅肯定不会罢休的。没事儿，就算王真月亲自找上门来，我也不怕。你不怕，可我担心啊。你马上来海城，我让爷爷来想办法。我先不过去了，我怕吴家找我家里人麻烦。那好吧，你小心点儿。刚刚得到消息，墨方集团已经跟明古轩签署了合作协议。这怎么可能？墨方集团的人都没有来海城。不对，我们得到消息，墨方集团的人可能到云市了。叶柔之前去过云市，难道是跟墨方集团的人见面？该死，墨方集团怎么这么快就跟明古轩合作？这不符合常理啊！计划只能提前了，一旦让这次合作完成，我们之前的布局就全泡汤了。爸，现在发动是不是太急了？爸，不好了，小玲修为被那个张东废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不可能！小玲这么厉害，怎么会被废？她还要成为我吴家第一个宗师啊！是小凯
跟张东发生了冲突，吃了亏，小玲帮他出头，跟那个张东交手，最后就……吴凯这混账，他惹祸就算了，还连累到他姐姐。现在说再多也无用了，王真月会为小玲出手的。明古轩这边，发动吧。小东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昨天你大姨打电话来，要给你说门亲事儿。妈，不用了，我现在有女朋友。什么时候找的？怎么不带回来看看？如果合适，跟女方家里见个面，把婚事给办了。爸妈，你们这么急做什么？先处处嘛。你跟娄丹弟处了几年，还不是分手了？看对眼就赶紧结婚。你现在赚钱不少，这么优秀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实话实说吧，我女朋友是叶柔。叶总，那好啊，那个叶总，我一看就知道很不错，跟我儿子很般配的。你来做什么？张总，上次不是说好了，您帮我讲全，果园赔偿款提高到1000万，我这是来兑现承诺。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，你骗我这笔账该怎么算？张总，我是迫不得已，我跟贺元虎是死对头，他攀上周子勋的关系，我被他逼到绝境，只能配合他。所以你就敢得罪我了？张总，我愿意将果园赔偿款提高到2000万，您就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。这是你主动提的，我可没有强迫你啊。对，那块果园面积非常大，价值非常高，值得2000万。小东，我不是做梦吧？那块果园赔了2000万，是2000万，都已经到账了。钱到账，记得去缴税啊。他们得到果园的赔偿款，比我直接给他们钱还要高兴，毕竟他们经营了10几年。对，还要缴税。张总，东方小姐，什么事儿？张总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墨方集团要接收一批价值10几个亿的破产抵债的收藏品，想请你鉴定，这个费用好说。东方小姐，墨方集团这么大的公司，肯定有不少能人高手，哪还用得上我啊？张总，这古玩鉴定没有人能说10拿9稳，有个8、9成胜算就不错了。高手越多，走眼的概率才越低。这东方家族的底蕴和影响力很强，可以多走动走动。行，什么时候？我和爷爷还在海城，下午我们一起坐飞机回帝都。爸妈，我有事儿要回海城了。你忙吧，家里不用担心。小东，下次回来记得把叶柔带上。知道了。张东，到了给我打电话。好。老爷子，我就送你们到这里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叶总，这2天叨扰了。张总，叶总好像很怕我抢走你啊。东方小姐，啥意思啊？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可惜被叶总抢先了。东方小姐说笑了，我就一普通人。道长为何拦路？贫道是找他的。部道长找我何事？张先生，师父让我送上宗师帖，约你7日之后
凌云峰之巅，在同道见证下一决生死。宗师帖，张总，你怎么会招惹上宗师？前几天，海城吴家算计我废掉了宗师王真月亲传弟子吴灵的修为，就结下此仇。吴灵我听说过，被誉为未来的宗师种子，你竟可废他修为？能让王真月这样的宗师亲自给你发宗师帖，难不成你也是宗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在他身上根本没感受到任何气息。原来如此，也只有宗师才能瞒过我。好家伙，这位张总不仅鉴宝医术高明，竟还是化境宗师。张总，你真是宗师？宗师帖我接了，到时我会赴约的。张总，王真月是老牌宗师，据说修为早已达到巅峰层次，一直在摸索上古炼气之道。这等对手，我更期待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是不想跟此人交手，我让爷爷给你周旋一二。老夫跟多位宗师有交情，还是有几分把握的。老爷子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已接宗师帖，自当赴约。行吧，到时老夫给你邀请几位宗师去助阵。那就多谢老爷子了。小姐，您来了。鉴定的怎么样了？已经鉴定完70%，价值在13亿左右，剩下的今天应该就能够完成。好东西还真不少啊！明宣德青花海水白龙纹瓷瓶，估价1.3亿，拍照记录吧。慢着，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认为我们几个鉴定有误？你可知这几位是什么人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明古轩的张总，兼任高级古玩鉴定专家，也是我请来鉴定这批古玩的。东方小姐，老夫不管他是谁，一来就质疑我等几人的鉴定能力。如果您也这么觉得，我们几人退位让贤。没错，我们几个在鉴定领域混了一辈子，可不想平白受一个年轻人的气。真以为有点名气就可以随意插手？就这赝品，100万都高了。赝品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几个老眼昏花，连赝品都看不出来？小子，你怎么证明它是赝品？证明还不简单，你们看好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竟真是赝品！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这怎么会是赝品？看来我把张东请来是做对了。平身高仿，就平底是真的，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真品。几位，我墨方集团请你们来，就是这么鉴定的。东方小姐，是我们疏忽了。其他东西你们能保证不会出错，我会给几位结算费用，请回吧。张总，就麻烦您了。东方小姐相信，我自当竭尽全力。我鉴定，你记录。小姐，重新鉴定一遍会不会太慢了？哼，听张总的就是。我的天了，这张总的鉴定速度太快了吧，看一眼就能鉴定出来。小姐，这样你确定可行？不要低估张总的实力。都记录好了吧？记录好了，我只是拍照记录，差点就跟不上了。1个多小时就把所有收藏品全部鉴定了，这还是人吗？天了，绝大部分收藏品的鉴定信息跟先几位鉴定师相差无几。总价值多少？小姐，11亿7800万。相差这么大吗？看来他们真把我墨方集团当成肥羊了。刘峰，此事是你在负责，难道你一无所知，任由他们糊弄？小姐，我真不知道啊。希望跟你无关，
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。张总，这次要不是你，我墨方集团就要蒙受巨大的损失。东方小姐客气了，这是我身为鉴定师的职责所在。东方小姐，我接个电话。张东，出事了！为拍卖会准备的所有拍卖品全不见了。这些拍卖品全都放在安全级别非常高的保险库中，怎么会丢失？有内鬼配合，现在那批藏品下落不明。要把所有东西运走，这动静怕不小，难道找不到吗？2个内鬼全被灭口，其他线索断得干干净净。现在消息已经泄露，如果不能在周1前找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先别急，我现在马上买机票回去。张总，是不是出事儿了？对，我现在必须马上回海城。那我马上给你安排。所有摄像头拍到的内容都缺失了整整2个半小时。在这个时间段里，这辆货车最为可疑。沿线调取摄像头，货车是套牌，最后也失去了踪迹。叶柔，你觉得是什么人干的？还能是谁？肯定是吴家，一次次暗算我叶家，真当我叶家是泥捏的。放心吧，我会帮你找回那批拍卖品的。龙形虚影吸收过大量文物古玩的气息，气息感应下能捕捉到文物古玩留下的些微痕迹。张东，你这是去哪里？张东，难道你有所发现？去找丢失的藏品。操纵虚影飞出，对精神损耗有点大，还要只跑了1个多小时。张东，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这里都已经出海城了。丢失的那批藏品就在这里。就在这里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自有办法。你们是谁？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他们怎么了？他们知道事情暴露，惊慌之下放弃抵抗了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到这里了。你是吴家的人，又是蛊虫，不过跟先前叶柔、叶老子体内的蛊虫不太一样。想知道，就是去地狱里问吧。是神医扁鹊传承中记载的神通蛊，没想到炼气者都没有的现在，还有这种蛊虫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动不了？你身上被中了蛊，虽然获得了力量，却生死在别人一念之间。如果我帮你清理掉蛊虫，让你重获自由，你帮我对付吴家，如何？不，你清除不了我体内的蛊虫，主人无所不能。哼，无所不能，他在我面前，屁都不是。好恶心啊！你真的清理掉我体内的蛊虫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竟然真的没了！我自由了，我终于自由了！怎么样？现在可以跟我们合作了吧？好。你想问什么？你刚才说的主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从小到大，我每次看到他都是一身黑袍，戴着面具，从未见过真容。从小到大，
难道你很小的时候就被控制了？对，从我懂事起，就跟很多我这样的小孩一起接受训练。像你这种被蛊虫控制，很多吗？要接受重蛊，条件苛刻，不是谁都能够成功。反正我知道的只有10几人。你们一直是为吴家服务吗？也不是，我们各种任务都接。吴家只是我们的金主之一。接下来，你一定要按照我的命令来做。如果不能铲除你那个所谓的主人，后面还是很危险。我不想再过以前的生活，我想成为一个正常的人。他们都是吴家的人，为首的刘强对吴家忠心耿耿，想要他们听从命令，没这么容易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痛死我了！我已在你们体内种下生死针，如果你们敢有小心思，此针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如果听话，事后我会帮你们清除掉。我们一定听话，一定听话。放心，我不会给你种这种生死针的，只是权衡之策罢了。你把他们看好了，免得出什么意外。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会把车子开走，如果吴家询问，你就说一切无碍就行了。如果吴家那边来人，你就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的。张东，你不怕他通风报信吗？他不会的。被种下神通蛊的过程非常残忍，后续也会非常痛苦。对他们而言，自由是最大的梦想了。这也太残忍了吧！是啊，为了力量，不择手段。不知此人将神通蛊练到什么程度？如果达到白骨之体，就有趣了。什么是白骨之体？修炼神通蛊的蛊师将上百种子蛊种在他人体内，豢养到成熟再取出来，可让母蛊蜕变，从而掌握强大神通。子蛊取出后，人会怎么样？必死无疑。张东，不是监控室里的那辆货车。人家肯定换车了，不过东西都在里面。叶总，不好了，藏品失窃的消息泄露了，现在外面好多记者。我知道了，你让公关部的人处理。张东，你说接下来怎么办？吴家肯定会利用这次的消息，在股价上狠狠做空。我们可以让他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吴家的后续手段肯定远不止这点，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现金流，稳定股价。为了这次拍卖会，现在公司账户没多少钱了，银行贷款方面也会卡住的。我来想办法吧。可这起码需要几10亿的资金。张总，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？东方小姐，我想借钱。你说要多少？50亿。好。东方小姐，是50亿，不是5亿、10亿。而且，你不问我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吗？张总，以你的能力，别说50亿，就算是100亿也值。我现在马上筹钱给你转过去。东方小姐，多谢了。张东，你就这么向磨坊集团借了50亿？对啊，我也没想到他这么轻松就答应了。张东，我现在压力很大。别有压力，有我在，保证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不是这件事，我是担心东方蓝把你抢走了。你想什么啊？我不会离开你的。你只能是我的，这辈子是我一个人的。再这么下去，公司市值怕是要跌到100亿以下了。叶总，拍卖会一直是你在负责，现在出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的损失怎么办？没错，你叶家必须为此负责。现在是明古轩生死存亡之际，本该齐心协力，你们还想着落井下石？张总，现在损失太大了，明古轩怕是要破产，我们也要为自己考虑。好，我叶家愿意负这个责，只要签字，你们所有股份，我叶家都要。价格这么低？低吗？再过一会儿，这价格就更低了。我签，不过这钱必须马上到账。当然。叶总，真没想到你这么蠢。明古轩破产在即，你竟还花这么大的代价收购我们的股份，你叶家就等死吧！谁说明古轩会破产？你是磨坊集团的总裁东方小姐。我要宣布一件事情，
墨方集团将正式入股我明古轩。这怎么可能？明古轩都快完了，墨方集团这个时候入场，这不是自寻由于死路吗？墨方集团入股牵扯到公司机密，为了防止消息泄露，接下来一段时间，请各位待在会议室中。该死，被算计了。东方小姐，你真是好大的魄力，就不怕这次赌输吗？我相信张总。时机差不多了，开始吧。没想到这叶家真是愚蠢，这个时候还想自救，垂死挣扎罢了。爸，这不是更好，我们赚的不就更多了？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，以叶周之的精明，不可能如此不智啊！没什么不对劲儿的，那老头不是气得住院了，肯定是叶柔那黄毛丫头做出的决定。爸，你看这成交量，叶家哪来这么多资金？确实有点问题。不过老夫想不出叶家还有什么翻身的底牌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成交量缩小，可股价拉直线，肯定出大事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爸，刚才明古轩召开发布会，宣布已经找回丢失的拍卖品，并且墨方集团向明古轩注资100亿。不可能，那批拍卖品在我们手上，肯定是障眼法。爸，明古轩在发布会上已经展出了所有丢失的拍卖品。爸，你去哪里？去找你二叔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这次我们怕是被叶家算计了一把，想要脱身，怕是要蜕层皮才算了。肯定是叶周之这老狐狸设的局。诸位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由于你们没有股份，公司近期会召开股东会。多谢3位在危急关头还能站在我叶家这边。叶总，我们都是跟着老爷子一路打拼，岂会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？叶总，股价是怎么拉上去的？就算墨方集团注资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吧？很简单，那批丢失的拍卖品已经找到了。原来如此。爷爷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您不用担心。小柔，你和小东过来一趟。好的。张东，爷爷要见我们。爷爷，您叫我们回来有什么事？不久前，吴清辉给我打了电话，希望能够化干戈为玉帛。不可能，一次次暗算我叶家，这次要不是张东，我叶家就彻底完了。你可知吴家为何一次次针对我叶家？还不是想吞并明古轩？这只是主要原因。爷爷，难道还有我不知道的隐情？先前吴家给我和小柔种过蛊虫，要不是小东，现在叶家怕是已经败亡了。你们可知道这蛊虫的来历？爷爷，难道你知道蛊虫的来历？对，40多年前，我和吴清风是考古系的大学同学，关系非常好。有次他打电话说，发现了一个先秦时期的古墓。爷爷，你不会跟他盗过墓吧？别插嘴，我没有经住他的劝说，同意和他一起发掘。去的时候一共有10几个人，有3个跟我一样是考古系的同学，其他人都是他双胞胎弟弟吴青山叫来的盗墓者。吴清风还有双胞胎弟弟，怎么没听说过？难道死了？没死，你只是没有听说过。那一次发掘古墓，最后只有我和吴清风2兄弟活着出来，其他人都死了。老爷子，在古墓里发生什么了？里面有僵尸。爷爷，你说的不会是故事吧？你要相信科学啊！这个世界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小东应该深有体会吧？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本身就不可能用科学来解释。我怎么感觉你们2个跟我打哑谜？你呀，听听就行了。哼，我懂了，你就是说给张东听的，我完全就是多余的。那个古墓的主人是仙台时期一位擅长蛊术的炼器师，我们3人在古墓中得到了3样东西，我们出来后一人1样。难道吴家的目标就是老爷子手上的那件东西？对。什么东西？我得到的是这枚戒指，它很神奇，我戴在手上，触摸到具备真正历史底蕴的古玩会有反应。当年我就是依靠这枚戒指，短时间内积攒起第1桶金，将明古轩发展壮大。
爷爷，我记得你以前将这枚戒指给我看过。对，我本来想传给你的，可你拿着这戒指没有反应。好强烈的灵光，应该也是一件法器。这戒指还看人？对，不是谁都能用。我年纪大了之后，也无法再使用这枚戒指，所以我才藏了起来。小东，你试试看有没有反应。天了，这是一枚传说中的储物戒指。张东，你变戏法了？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储物法器？老爷子，确实是储物法器。小东，你能用这储物法器，难不成成为传说中的炼器者了？应该算是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枚储物戒指就送你了。老爷子，这太贵重了。小东，你是小柔的男朋友，以后是我叶家的女婿，更何况此物只有你能用。谢谢老爷子。还叫老爷子，你应该改口了。爷爷，爷爷，吴青峰两兄弟得到的又是什么东西？一本预测和一个玉盒，都跟蛊虫有关系。豢养蛊虫的幕后黑手，大概率就是吴老二吴青山。张东，你有办法对付此人吗？只要他没有炼成白骨之体，就问题不大。正好我手上有他一只子骨，可以借助子骨找到他。那条黑色虫子怎么忽然消失不见？已经被我解决了，想来那吴老二已经察觉到了。该死！我的一只子骨被灭掉了，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才凑齐了白骨啊！二爷爷，您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小凯，距离凌云峰的宗师之战还有几天？只有2天了。很好，就用这些宗师来喂我的宝贝。可恨少了一只，等我知道是谁，我定要让他体验什么叫做白骨噬咬之痛。金龙感应很模糊，看来这吴老二不在海城。张东，怎么了？蛊虫的主人不在海城范围。张东，连对方不在海城你都知道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小东已是传说中的炼器士，有此神通很正常。我叶家有小东，无忧矣。爷爷，过2天就是我跟宗师王真月的约战，我打算明天就回云市。小东，正好我好久没有活动了，就跟你一起过去吧，顺便跟你的家人商量一下你跟小柔的婚事。我听爷爷安排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给家里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提前准备一下。张东，你不会怪爷爷太急了吧？怎么会？我们结婚了，以后就没人再催我们了。看来你也被家里催过啊。小东，我正想打电话给你，下个月你外婆80大寿，你能不能带女朋友回来？妈，我过2天就回来，到时叶柔和她爷爷也一起过来。小东，他爷爷过来是商量婚事吗？对。小东，这就是你不懂事了，怎么能让老人家亲自跑一趟？应该我们过去的。妈，爷爷已经决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马上去准备。张总，刚才爷爷给我打电话，他邀请了3位宗师为你驻兵，已经动身前往云市了。这东方老爷子真是好大的能耐，竟能请动3位宗师。东方小姐，我正打算明天回云市。张总，那明天一起去吧，我正好可以给你现场助阵。好，明天见。东方老爷子对你真好啊。老婆，你不会吃醋吧？还有我们没结婚，谁让你叫老婆的？我罚你再叫一声。老婆，这样总可以吧？这还差不多。王兄，你觉得那人会来赴约吗？此人是宗师，只要他要脸，必然会来的。如果真是20几岁的宗师，那简直是闻所未闻呐！来了。智玄宗师陈北玄，铁掌邱百仍，智信禅师，这北地3大宗师怎么来了？看来这年轻人人脉很广啊。此人应该是吴青山，真让他凑齐了白骨，还好我毁掉了一只，纵然他还能炼成白骨之体，也不完整。好，好，好啊！又来3个宗师，真是天助我也！练成白骨之体的把握就更大了。你就是张东，
年纪轻轻就成宗师，本是我武道界之大喜。可你废我弟子修为，我当师傅的必须给他讨个公道。王宗师，别说的冠冕堂皇，什么是公道？他为弟弟出头，欲设局废我之时，你这个当师傅的身在何处？如果我不是宗师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师承，被你弟子废了，何人为我讨这个公道？难道是你王真月宗师吗？张兄弟说得好，平时没管好自己的弟子，自有人替你教。邱白银，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咋的？你想跟我干架吗？来呀，老邱我正好手痒。依老僧看，此事不如就此罢了。志信，被废的又不是你的弟子，你当然可以轻轻接过了。既然矛盾无法调和，不如就此战一场，以实力求公道。以老欺小，求的是什么公道？吴铁玄，我原本敬佩你是条汉子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哼，难不成你想跟我打一场？打就打，我怕你不成？爷爷，这几位宗师不会先打起来吧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东方老爷子，多谢您邀请几位宗师前辈压阵。放心吧，他们几个跟我保证过，就算张总不敌，绝对不会有大碍的。我孙女婿是练气士，岂会怕一个宗师？小柔这丫头真是白操心。多谢3位前辈替我仗义直言，不过这是我跟王宗师之间的矛盾，还是一较高下吧。张兄弟，你尽管出手，有我们3个在，他们奈何不了你。没错。阿弥陀佛。是想硬保这小子？哼，我早已是巅峰宗师，这小子能有多强？我在交手中废掉他们也无话可说。张东，贫道入宗师之境已达30年之久，也不欺负你，先让你3招。王宗师，你确定？贫道说话算话，更何况有这么多同道。好，王宗师果然有前辈风范。这老家伙还在我面前装逼。姐，这张东死定了。有这么多宗师在，师傅不会杀人的。就算不杀他，废掉他总行吧？对，让他彻底变成废物。打吧打吧，打完了就可以喂我的宝贝们了。张东，请吧。王宗师，那我就出手了。你，这怎么可能？王真月是巅峰宗师，怎么可能连一招都接不住？张老弟这么厉害，一拳就击败了王真月。我操，张老弟，你这实力，王真月连一招都没挡住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不可能，王宗师怎么会输啊？这不是真的。这小子好强，只怕达到宗师极限了。不过再强如何，最后还要成为我宝贝的养分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奇怪，他的脉象很乱，像是中毒了。我知道了，师傅肯定是早就被下毒暗算了，才被他一招击败。他被人中蛊。中蛊？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王宗师如何中蛊的，那就要问他了。张东，你别污蔑我二叔，他只是来观战的，怎么会给我师傅中蛊？小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吴青山，如果我再灭你一只子骨，你这白骨之体还能炼成吗？你干什么？好胆，敢当着我的面杀人！仅凭护体刚力就震飞了2大宗师，这也太强了吧！不可能，他怎么会这么强？你敢灭我蛊虫，找死！看来我之前那只蛊虫就是被你灭掉的。啊！
张东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二叔，师傅的蛊虫真的是你种的？这是邪功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蛊术吗？小玲，他无法保护你，就给二叔的宝贝当养分。不单单是他，还有这些宗师，全都练成我白骨之体吧！狂妄！你这等邪魔外道，人人得而诛之！住手！蛊虫害人，该杀。湮灭我3只蛊虫，我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好恐怖的邪术，一到就让邱百绕毫无反抗之力，这么多还了得？张东，小心！他不会有事的。我孙女婿是炼气士，肯定能打赢的。我的白骨之体！不要啊！龙，我看到了龙。